1星期1次帶你行勻全個沙田。聽老一輩嘅街坊講，以前沙田係郊遊熱點，因為附近有好多唔同明星，就吸引咗好多由市區過嚟嘅人。我哋就由排頭村出發，好快去到附近嘅西林寺啦。雖然已經有90年嘅歷史啊，不過喺重建之後已經面目全非啦。再沿住小徑向住山上進發，呢條樓梯就係通往萬佛寺㗎啦。假日咧都唔少人行㗎喎。中途可以喺高處望返落沙田市中心。萬佛寺大概有60幾年嘅歷史，呢度最為人所知嘅呢，就一定係山徑沿途嘅佛像啦。話說咧，沙田仲有唔少嘅宗教景點㗎喎，而且係唔同宗教嘅建築。之後再遊覽下道風山啦。